1、2、3、4，比梦成真。我面对坎坷的境地，坚持的心上可贵。时来运转，我洗尽了沧桑味，屈强的心做安慰。人讲大只个问题，那天就电机器，伊白脚徛久才有位，有梦的人上解水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，我是岳云老师。今仔日要介绍给大家这首歌啊，是小滚滚热扑扑的哈。柯俊杰新歌《时来运转》，这是这个月呢7月14才首播的新歌啊，今仔日才28，你有够新无啊？这2礼拜呢哈，作词作者呢哈，作词作曲是史国仁老师。啊，这首歌呢是 G 大调，G 大调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在钢琴呢哈，哆来咪发嗦拉西，哆来咪发嗦拉西，嗦的这个音就是 G 啊，所以哆来咪发嗦，嗦哆哆哆哆，哆来咪发嗦，这个嗦的这个音我要当做哆来唱，哆来咪发嗦啊，这个是嗦嗦，可是我现在要唱哆，这样子怎么会异动的哈，会变动的，就叫做手调。哪一个手呢？就是首领的手啊，咱的收纳，我们的手掌啊，咱的修订啊，保定修订啊，那个手啊，那哆来咪发嗦，嗦这个音要唱哆哆哆来咪发嗦，所以这里要唱哆啊，这个要唱哆啊，来。这样子移动的就对了，然后来我们回到课本上呢，这首歌呢是 G 大调啊 ，G 大调，4拍子就是1个小节有4拍，我来讲4拍，来看一下第二小节第一个音是嗦1拍。啊，嗦的脚底下有没有线？没有，没有线的就是1拍。隔壁呢有一条横杠，一条横杠，一条横杠，嗦嗦嗦嗦，果然这一个金呢，美梦成真呢哈，一条环，一条环，一条环，嗦环环环啊，拢总啊抄4拍，真正1个小节有4拍，4分音符当做1拍，4分音隔壁。这个就叫做4分音符啊，这个刀啊，黑色的刀啊，还是个棍子往天上去啊，这个就是4分音符，等于116，什么意思？这就是这个哈，这个物件的这个符号哈，就是跟咱讲，这首歌要唱多紧，1分钟呢，请你唱116拍哦，1分钟才60秒，那1秒钟那2拍，嘛才120啊，对啊，所以你看。将近1秒钟要2拍，所以蛮快的了哈。来，我们就来唱这首歌。停，拉嗦拉嗦咪嗦2、3、4，停，拉嗦拉嗦咪嗦2、3、4，停。来，第一小节我们给大家仔细的介绍0。1拍，脚底下没有线，旁边的这个附点呢？附点，同学问我是哪一个附啊？就是附近，我住在附近的那个附。啊，我有一张卡呢，我申请一张副卡给我儿子的那个副，就是那个副，这个叫做副点，1点、2点、1点、2点、3点、7点那个点呢，副点要唱多长？0要唱1拍，副点要唱它的1半。哦，要唱副点前面那个音是什么？0的1半，0是1拍，所以副点要唱半拍，所以这个0副点0加上副点要唱1拍半，1、2。你听到2才唱拉，1、2，拉嗦拉嗦咪咪，拉嗦拉嗦咪嗦，1、2嗦拉嗦，1拉嗦拉嗦咪嗦2、3、4，停。我这是放慢速度给大家听哦，这第一句就慢一点的，停。拉嗦拉嗦咪嗦2、3、4，停。好，来正确速度来停。拉嗦拉嗦咪嗦2、3、4，停。咪梦成真2、3、4，停。咪梦成真2、3、4，停。咪瑞咪哆啦啦哆啦啦哆啦嗦，停。咪瑞咪哆啦啦哆啦哆啦嗦，再一次来，停。咪瑞咪哆啦啦哆啦哆啦嗦，来，这个我面对坎坷的境地，这个对头前
的左手边呢，左上角有个小小的 re， 这个 re 在我们唱歌谱咪瑞咪哆的时候没有唱到它，但是我唱瓜熟我面对的时候要把这个对转音带进来，我面对，好来坎索拉坎克的境地。我面对坎坷的境地，好来按头前来听，美梦成真听。我面对坎坷的境地，境地。我面对坎坷的境地，再来一次。我面对坎坷的境地，好来的。哆哆哆瑞咪嗦咪瑞二三四，来哆哆哆瑞咪嗦咪瑞二三，来哆哆哆瑞咪嗦咪瑞二三这个贵呢，可贵的贵有3拍。坚持的心最可贵，坚持的心最可。最可贵二三四，坚持的心最可贵二三四。这个咪头顶上有一只锯齿状的毛毛虫，我们要唱转音，可咪嗦咪，可的尾音是什么？可所以这里要唱最可贵，最坚持的心最可贵。好来。我面对啦，我面对坎坷的坎坷的境地，坚持的心最可贵二三四停，好，从头来。停，美梦成真二三四停，我面对坎坷的境地，坚持的心最可贵。停，咪咪嗦咪瑞咪拉嗦，再一次咪咪嗦咪瑞咪拉嗦二三四，来。来慢一点来停，咪咪嗦咪瑞咪拉嗦，好，再一次来停，咪咪嗦咪瑞咪拉嗦，好，再一次来，我们念歌词来停，西来运转转。温转，哎，这个尾音要带出来，停，西来运转，咪瑞哆哆，瑞哆瑞哆啦嗦。咪瑞哆哆哆哆瑞哆啦嗦，咪瑞哆哆哆哆瑞哆啦嗦，我写进了匆匆味，我写进了匆匆味，时来运转，我写进了匆匆味，二三咪瑞二三哆瑞二三，来。酷强来把谱给它拉好了，咪瑞二三哆瑞瑞咪瑞咪一拍，瑞咪瑞瑞咪瑞咪瑞瑞咪瑞咪瑞哆瑞哆哆二三一二，咪瑞二三哆瑞二，瑞咪瑞咪瑞哆哆三一二三，酷强的心。最安慰，二停停来，哭强来，哭强的心最安慰，一二停停，好。主歌唱完了，来，我们来正式进入副歌。瑞瑞哆咪瑞哆嗦啦，哎，哆嗦啦都是一拍一拍哦，哆嗦啦二这个拉呢后面又延长一拍，瑞瑞哆咪瑞哆嗦啦，哎，这个字呢不要给慢提，要把它分开。人讲大家给慢提，人有滑音这个哆小旁边这里有个小小的哆，有没有？哆瑞瑞哆咪瑞哆嗦嗦啦，人讲大家给慢提。我们面对这个转音呢，这个音的左上角这个小小的音，我们叫它转音。面对这个转音的时候呢，我们唱歌谱不用唱。可是唱歌词要带进来哦，人讲大家给慢提。拉哆拉瑞瑞哆嗦二三四，拉提就点几起二三四，拉哆拉瑞瑞哆嗦二三四，拉提就点
指去，那天就点指去，1、2、3、4，咪瑞瑞咪嗦拉嗦咪嗦咪瑞咪，咪瑞瑞咪嗦拉嗦咪嗦咪瑞咪，哎，才有位。迄边卡徛久啊，这个祝酒呢要讲念徛，站得很久啊。迄边卡徛久才有位，迄边卡徛久才有位，迄边卡徛久才有3个音，才有位，迄边卡徛久才有位，来。人讲啦，人讲大只个问题，那天就电子去，1、2、3、4，迄边卡徛久才有位，啦哆哆啦哆，咪瑞咪瑞2、3、4，啦哆哆啦哆，咪瑞咪瑞2、3、4，有帮的人上解水2、3、4啊。为什么我这个水要念1、2、3、4呢？水咪瑞只有1拍，后面呢这个瑞延长3拍，所以这个瑞是不是第2拍？后面是不是第3拍？是不是第4拍？对的。有帮的人上解水2、3、4。好，这样子来，我们接下去，天公伯啊，给人时机啊，老天爷呢给你这个机会啊，那苦涩泪千斤万斤啊，这个汗水呢哈，跟这个眼泪呢哈，苦涩的哈的眼泪呢哈。千斤万斤那么重了哈，虽然给我时机，也是要用眼泪哈去跟他拼啊，去努力哈。啦啦啦嗦啦啦啦哆，啦啦啦嗦啦啦啦哆。好，这个半拍半拍，一个字一个字哈。但是这个第一个字天呢，嗦啦天天公伯啊，给人时机。天公伯啊，给人时机，哎，加一点点力度哈，这2个都是拉啊，都要加一个滑音哦，嗦带进来。天公伯啊，给人时机，瑞哆瑞咪咪咪嗦，苦涩咪苦涩累累苦涩涩这个闭口音。瑞哆瑞咪咪咪嗦，苦涩咪千斤万斤。哎，这一句呢不好念，我们念多几次，多念几次，把它念熟。苦涩泪千斤万斤，再一次。苦涩泪千斤万斤，再一次。苦涩泪千斤万斤。天公伯啊，给人时机，苦涩泪千斤万斤，来快一点来！天公伯啊，给人时机，苦涩泪千斤万斤。啦啦哆啦嗦啦哆，哆啦哆啦嗦咪啦嗦，停！啦啦哆啦嗦啦哆，哆啦哆啦嗦咪啦嗦，停！哎，我们慢一点来，啦啦哆啦嗦啦哆，哆啦哆啦嗦咪啦嗦，停！啦啦哆啦嗦啦哆，哆啦哆啦嗦咪啦嗦，停！我有坚心，我打会起，停！我有坚心，我打会起，停！咪嗦啦嗦嗦咪，咪嗦咪瑞。瑞咪瑞哆哆，停，好来，抱着你上来停，咪嗦啦嗦嗦咪，好，我们到这里就好，来停，咪嗦啦嗦嗦咪。停，抱着你胸，再一次来停，抱着你胸，咪嗦咪瑞，瑞咪瑞哆哆，2、3、1、2、3、4，瑞咪嗦咪嗦咪咪嗦咪瑞，瑞咪瑞。咪嗦咪瑞，瑞咪瑞哆哆，1、2、3字。向前行出去，抱着理想来接来停，抱着理想向前行出去，1、2、3、4，再来一次来停，抱着理想向前行出去，1、2、3、4，停。
哎，我们唱到这边第一遍啊就唱完了，接下来要间奏9小节啊，9小节之后呢，来我们把歌谱拉好了，又要从头啊，先把谱拉好，来，我们刚刚已经逐字逐句的给大家介绍第一段。啊，第一段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这个反复啊，第一段之后要反复呢，哈，这个第一段唱到下面呢，间奏9小节要反复，反复之后呢，又从美梦成真来唱，再继续的唱，唱到向前行出去啊。你看这边的高帽子1、2、3，第一遍、第二遍、第三遍，这句拢爱唱，第一遍、第二遍这嘛爱唱，所以向前行出去。啊，这个第一遍、第二遍唱个家呢，哈啊，这里又跳到这里间奏12小节哦，所以第一遍唱个家向前行出去啊，间奏9小节；第二遍唱个家向前行出去啊，要间奏14小节，然后接旋钮是什么啊？旋钮找一下，哎，你加副歌哦，所以咱就等爱个唱1遍半，对不对？哎。刚才已经逐字逐句的给大家介绍第一遍，来，我们现在来唱第二遍接副歌的半遍，来，比方行进，来从头来停，比方行进，停，我面咪瑞咪哆来，我面对。小等的，小等的，看到有人咧摇头是什么？来，再来一次，来，我面对，好，从头来，停，比方行进，停，我面对坎坷的境地，坚持的心胸可贵，停，时来运转，我洗尽了沧桑味。屈强的心做安慰，一二停停，人讲大这个问题，那题就电机器2、3、4，伊边卡徛久才有位，有梦的人上解水，天公伯啊，予人司机，可摄对千金万金。来，停下来，来，我把谱拉一下来。好，继续来听。我有坚心，我打会起，抱着面锁，抱着理想向前行出去。1、2、3、4，好。接下来间奏14小节之后呢，人讲大这个问题，那题就电机器2、3、4，伊边卡徛久才有位，有梦的人上解水，天公伯啊，予人司机，可摄对千金万金。我有坚心，我打会起，抱着理想向前行出去。停，好，在这边呢，哈，就唱到第三遍呢，唱到1、2、3这里，哦，就结束了 ，FINE 的加啊，所以这首歌呢要唱2遍半。啊，刚才呢2遍半都给大家演唱介绍完毕啊。这首歌呢，柯俊杰的原唱啊，词曲作者好棒棒的石国人老师。7月14啊，才刚首播2个礼拜的新歌啊，介绍给大家啊，大家有机会呢，赶快来练唱哈。等到伴唱带出来的时候就可以唱啦，好棒哦哈。这首歌哈是个励志的歌曲啊，这种励志的歌曲我最喜欢了啦啊！欢迎大家呢到 YouTube 频道先去听柯俊杰的演唱啊，再回来练习这首歌哦，更有 feel 啊！就发现哦，柯俊杰唱的这真好啊！老师你唱咖哩哩当的爱对了哈，毕竟这是男生的歌，而且我也是初学乍练，跟各位一样啊，当然这不能当做我唱的不好的借口啊，所以我们一起来练唱，把它唱得更好。好，那这首歌呢，今天就介绍给大家。欢迎大家到 YouTube 频道给月韵爱唱歌音乐教室订阅、按赞，并用力的帮我分享。如果可以，请在超级感谢那里点下去给我抖内啊，怎么样？有大家的抖内，有大家的支持啊，这个频道才能持续的制作更好、更优秀、更好听的新歌、老歌跟大家分享啊，跟大家一起来开心欢唱啊。好。今天这首时来运转，时来运转，都给
给介绍到这，我们下次再见。记得要给我按赞分享哦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